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今日带观众朋友来了解什么是纳氏病毒忧郁症啦吼，某人讲做是抑郁症。咱讲这个造成忧郁症的这个原因到底是啥物哦？其实有3种原因啦吼，有这个生物学的这个部分，有基因遗传这个因素啦吼，心理社会因素等等这种3个部分啦吼。咱讲亲像生活压力较大，失落感真大啦吼，拢是原因之一。最近咱听到这个艺人吴宗宪在节目头顶讲，忧郁症这个原因拢是无知足啦吼，因为无知足才会引发着这个论战。咱看到时代力量立法委员王婉如在面册头顶就回应讲对深受忧郁症症头这寡人来讲忧郁症是无知足这款话，可能是袂当帮站着因颠倒是甲害啦吼。到底什么原因会导致着忧郁症一般人对遮的镜头有强在什么款的这个迷思伫遮啦吼？咱爱安怎关怀咱身躯边有这款镜头的朋友？今日台湾新眼界带恁做伙来了解。这部电影邀请4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台湾忧郁症防治协会理事长张家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西浦国际商学院执场心理学助理教授张家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生活调适爱心会理事长尤天明。主持人好，大家好。同款是咱生活调适爱心会这个主讲黄玉丽。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咱今仔最近谁人关心这个纳氏病毒？其实这个病啦那镜头啦其实存在伫台湾是真久啊咱看这几年这个趋势是有豆豆切悬但是咱最近是听到这个吴宗宪，伊是讲这个无知足是这忧郁症这个患者强在有的这个部分到底咱要去看安怎解说伊这个话咧？这无知足这是伤过简单，即款简单讲一款偏见啦是讲一寡患者反而讲因为安尼会得到一寡伤害。其实抑郁症其实咱社会愈来愈进步，毋过其实抑郁症嘛愈来愈侪。是。毋过一寡人变做是伊家己毋知影，啊无去看医生。甚至讲有一寡错误的一寡想法，一寡了解，像安尼吴宗宪安尼讲的，变做是一寡患者反而讲因为安尼。变个是更较唔敢去看医生有影啦所以咱看讲吴宗宪这寡话啦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咱先做伙来看。节目主持人吴宗宪伫节目当中听来宾讲，真正有忧郁症。吴宗宪讲，忧郁症是不知足，引起各界批评。我跟你讲3个字，所有忧郁症的患者仔细听着，忧郁症的原因都是因为这3个字，你理解了以后你就过关了。都是因为，听好了，站好，都是因为不知足。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呼吁吴宗宪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更较自律谨慎。针对这点，吴宗宪面册开直播回应王婉如的批评。各位，你等一下，你直接我为什么要道歉？我又没有干嘛，我为什么要道歉？这网络的霸凌什么时候才能截止？然后刚刚讲到那个王婉玉委员，对不对啊？那个小灯泡的妈妈，她里面贴的那一段，我就说你到底看了节目吗？你如果看了这个节目，你还是依旧这样认为说我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没话讲。我们是人，我们在安慰朋友的时候是这样的角度，我又不是医生。吴宗宪呼吁患者就医，却无为事件道歉，颠倒伫面册超透伊的心情，感叹心内像窗外雨一般点滴。王婉如讲，若毋是医生，无适合做判断。相关的资讯或是医学报道，其实并没有直接直指忧郁症的成因是因为不知足而造成的。王婉如讲，小灯泡事件初期，伊的心情忧郁，就是不时排山倒海而来。身边有忧郁症朋友的时阵，上好的就是陪伴因。呼吁吴宗宪做伙认捌忧郁症。记者综合报道。忧郁症就是无知足其实这2个概念是完全无共款的忧郁症甲这个无知足咱讲过啦其实这个有一个新的讲法，咱教授嘛写一篇文章啦就是讲这个忧郁症，咱会使先讲是心内无够养分啦这个知觉较下有足侪压力的这是种这个忧郁症无知足的新讲法，绝对毋是这个吴宗宪所讲的啦咱继续请教授。
对，这个部分其实。敢若用不知足来讲，真正伤简单吼。我简单来讲一个譬如就是番贝是安怎变做爆米香，一个真简单的代志。不过伊就真复杂哦，因为一粒番贝伊要变成爆米香，伊上无嘛要有3个部分。你要有内部番贝内部有水气，啊你的迄个瓦斯炉顶管的鼎爱会使甲这个烧度传过，嘛有爱有瓦斯炉的火嘛，吼。所以有时阵咱来了解忧郁症，可能会使用安尼的意思来了解。所以一个忧郁症是哪会常常变做忧郁症？其实你要去讨论到伊的心理的压力，伊的身体的因素，也搁有伊的社会的这个活动，伊身边的家庭的人啊，还是公司内底的人，吼，拢是一个会去影响到这个部分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部分啊，有3种啊，亲像咱拄仔讲的，有生物上吼，有这个可能是内分泌，啊嘛有是这个基因遗传的，啊，搁有这个心理社会这个因素，拢是啦吼。这个心理社会因素这个部分啊吼，可能是讲啊，这个有当时啊是这个失落感足重的，啊，感觉家己生活足无价值的吼，其实这嘛有一个量表吼，咱等下搁请教医师嘛，请教教授啦吼。其实咱先来关心吼，咱今日请到这个生活调适爱心会。一个理事长，一个志工啦吼，咱讲拢是这个过来人啦吼，行过一段真艰苦的这个时间，咱先请理事长吼，过去安怎行过来？其实过去安怎行来吼，一般患者伊家己本身嘛袂讲真清楚。以我14年的经过，就是讲拄啊开始拢会洗足侪内科，还是泌尿科，还是眼科，足侪科别，你袂去行到精神科，因为安怎？大部分拢会希望讲，卖着这科，卖着这科，啊无就互贴标签啦。是，吼，到后壁真正经过真侪医师断定讲，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那以我14年的经过，其实所有做过足侪款的治疗，第一定是要服用药物，遵照医生的建议。是。另外一种方式是有一种团体治疗，这对我的帮助嘛足大。在我买期要好，等于断定成忧郁症的时阵，我大概5年开始接触到团疗。团疗这中间就会当互我恢复到8成至9成。是。在7年前，因为我总共有经过14年，但我即马康复是已经7年啊。我主要是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讲。我每天拢是早起起来运动，练返老还童气功，是，家己搁成为是教练，搁担任爱心会的志工。我想，以我的经过，我是认为讲，帮助别人是同要紧的价值观。我帮助别人的同时，我根本无去想到我的代志。是，吼，我搁转去我的故乡开店，还可以帮助社区。我是认为讲，我每天其实是足快乐的。吼，所以真侪人啊，你较早有出病。那是根本看起来无共啊。我感觉一定爱帮助别人。是，所以叫这个生活调适爱心会啦，吼。是。啊，继续咱请教咱另外一位志工啦，吼，咱讲黄大姊啦，吼。伫遮，你甲这个忧郁症有淡薄无共款，是靠熬这个惊吓啦，吼。我是较精彩。焦虑啦，恐慌。是。恐慌啊！其实我就是伫迄个时阵，就是隔壁火烧厝。隔壁火烧厝啊，我总惊着。惊到差不多，拄啊惊到的时阵吼，拢会要困的进前，拢会前阳台啦、后阳台吼，安尼吼偏偏的吼，我才放心啊去困。是。然后1年外了后，当有一遍拄啊，我的先生载阮规家伙啊，要转去阮大家关遐。经过迄个华江桥，你知无？是。华江桥的时候，我规身躯拢麻，手麻，规身躯这拢做麻，我就。讲不对劲安尼吼，我就肯甲阮先生讲，我讲你肯甲我送去国急诊，伊拢甲我送去西园医院。西园医院的医生就讲，我一定爱带院，做检查吼拢无安怎。我就是算讲，嘿，带院检查我一定做严重的。所以我迄阵拢会要用迄个报纸吼，咧看我体啊。医生咧询问的时候讲，黄小姐，你这毋是体的病哦，毋是倒的病就对啊。我就想讲，嘿，我脑筋就转就讲，哦，既然毋是体的病吼，我就看走到迄个伊的迄个底下迄个厝那厝遐吼，我就较紧去讲，安尼我要出院啊，无喏。但是经过一个月后，我就开始袂困者啦。
就没办法睡了，哈，没办法困。然后呢，拢变讲吼，这嘛是算讲半年内底急性期吼，我走7遍的迄个急诊，恐慌症拢有走急诊。是。伊会感觉讲迄个喘气吼，敢若输无够气，敢若亲像迄个一张纸吼割掉的吼，一边敢若是生，一边敢若死安尼吼。啊，所以讲你会感觉讲我是毋是要活死的这边？啊，你愈想吼，啊愈惊，愈想愈惊，啊结果规身躯又搁麻起，啊搁胃吼搁安尼揪紧无，胃搁揪紧起来吼。啊，迄个囡仔拢甲在困嘛，甲放咱厝的，我拢无咧插啊。迄阵我靠我家己较紧，无办法，因为咱都无甲是人住到顶吼，啊所以讲有真侪所在拢爱家己来。啊，我印象中我迄个走迄个半年内底走7遍的迄款迄个急诊了，啊看到医生了，我知影讲我一定要发精神科。是。我从开始食药啊。我从迄阵买当教阮先生带囡仔出国去佚佗。吼啊，我就感觉讲，当然经过一段时间，我熟悉到迄个生活调息爱心会，阮这个会内底，我从开始去互因培训嘿。啊，拢我嘛毋说感谢讲吼，阮历任迄个有史以来历任的理事长吼，拢会办迄个成长课啦吼。阮在座迄个张医师啊，伊嘛有甲阮上过课啊，吼。啊，所以讲，这阮就是讲无形中咱就会吸收到一寡迄个营养吼，一寡迄个磷脂，一寡迄个知识。啊，种慢慢啊，咱家己的迄个自我迄个会消化，变家己的养分，迄个养分吼。啊，拢安尼种。我的恐慌甲迄个条路已经到底毋知几年都无去啊啦，都无去啊！我毋知当时好去，我毋知。咱讲这个黄大姊这个部分啊吼，是讲过去隔壁啊，这个就调回收啊啦吼，所以这是较急性的这个镜头。啊，其实咱讲这个理事长家啦吼，其实是哦，你过去做业务哦，啊，家己要求嘛真济啦吼，就是看到这个业绩可能做袂起来。啊，这个升迁可能嘛受到影响吼，啊，导致你这个忧郁症吼，所以这两种是无共款，咱先甲分好清楚吼。继续咱先请教医师啦吼，就是咱有看到这个理事长这个案例嘛，有看到咱这个大姊这个案例啦吼，就是讲这个忧郁症吼，其实伊是这个成因足侪啦吼，有的人都是对我家己的要求足侪，啊，其实有这个高种的标准会使去甲看吼。其实这个恁或者是 DSM-5 啦吼，有9个镜头，那是讲你是至少有5项镜头以上。那是这个情绪吼，忧郁的这个情绪有2礼拜以上吼，你都要较注意啦吼。就是讲这9个到底是多9个啦吼，啊，若是5项，真正都要较注意。确实，像咱拄仔讲迄优胜娇，迄黄小姐，迄讲的镜头，其实一个抑郁症基本上是抑郁，心情歹，当然迄咱袂使讲一时的心情歹，咱就叫抑郁症，迄就变做最严重持续的，哦，一段时间一直拢快乐袂倒来。啊，像黄女士拄仔讲的，变做是恐慌、紧张、惊吓，啊，后来嘛有一个人会变做抑郁。是。所以咱讲抑郁症基本上毋是讲一时的，我讲袂快乐，啊讲一时的紧张，是。变做是定一直拢安尼。像主持人讲的，咱变做是咱镜头来讲，一般来讲是2礼拜以上。是。好，逐工拢安尼，基本上逐工差不多拢安尼，变做袂快乐。啊，变做是安尼讲，一寡代志拢无兴趣。啊，当然你讲会食袂落，困袂好，体重落。啊是讲下帮人家足忝的。是。啊是讲拢会想会歹。当然有一寡抑郁症是你讲会想讲啊，我规气来去了解咱的性命，来去自杀。所以这变做最严重的问题。是。咱目前讲是讲，嘛是讲你嘛讲2礼拜以上，大部分的时间拢变做这9个镜头，有5个镜头以上。吼啊，大部分时间拢袂快乐倒来，是，咱讲这可能爱注意，就是毋是抑郁症。啊，像咱拄仔讲的，抑郁症有咱心理的镜头，是，啊，不过嘛有一寡身体的一寡镜头，所以变做是有一寡患者毋知影，拢去看身体。吼啊，到底去看，就亲像这个理事长安尼，去看这个内分泌科啦、眼科啦、等等的这个科啦吼。是，啊，所以变做是讲，变做延后就医啦。当然也是因为一寡大家无了解，一寡错误的观念，变做是咱目前台湾一寡其实抑郁症人口是真侪。啊，不过原因来看的病是其实一寡比例有出来，一寡人也是无出来治疗。有影吼，这9项内底吼，咱个
甲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啦吼，就是讲你若有这个忧郁这个情绪，快乐袂起来，感觉真压榨啦吼，心肝头拍几球啦吼，就是袂快活，啊，就是讲你这个本早有兴趣的物件，啊，快乐都减少去啊。另外，体重嘛是一个原因，吼，有的人直直起，有的人是直直减啦吼，这拢是要注意。食袂落，啊，变做是种愈来愈瘦。是，这拢是这个原因啦吼。啊，有的是困袂落眠，是，有的是疲劳，是安怎疲劳会造成？变做是有之前那是咱变做是规个人吼无能量去啊，那无电去啊，所以人感觉较会忝，系感觉讲拢无元气，系这嘛是有之前一款镜头。有影啦吼，所以其实这个勘测就真济啦吼，9个镜头，大家都去检查一下，你若有5个，啊若是维持2礼拜，就小爱注意啦吼，啊其实紧去看医生，是，唔好惊吓讲啊，我就是啊歹势去看精神科啦吼，惊这个啦红大瓢啊啦吼，等等这问题。头拄啊，咱的这个教授其实嘛有讲到社会因素，也是心理的因素、基因的因素啦吼。其实咱嘛有经历着一张图表吼，啊，等下我请教这个教授啦吼。咱讲这个致病机制吼，是因为这个咱大脑内底吼神经物质分泌去失调的啦吼，啊，心理甲身体互相去影响着啦吼。这个生物生理的这个部分，然后有这个分泌失调，然后啊，这个甲咱的这个大脑头壳的这个构造嘛有关系，然后啊，有的是这个有生产了后，然后这嘛是一个问题，然后另外心理社会这个部分吼，有较急性这个生活压力，然后成长这个热定，然后啊，若是重大的精神创伤，然后认知错误，也是讲啊，感觉就无帮助感的吼，价值感嘛是直直失错啦吼。另外啊，基因遗传家族有这款病拢有啦吼。其实咱个请教教授啦吼，倒一种人得这款病上侪？对，所以拄啊迄张图其实非常的详细吼，是一个足好的理解方式。啊，我想讲就顺着咱讨论迄个不知足迄3个字，我就感觉讲其实用安尼的方式来了解迄3个字吼，就是一个真简单的方法，会使甲拄啊迄个非常的详细的图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因为即马有足侪朋友甲我讲，虽然讲咱拢讲忧郁症袂使讲因不知足，毋过咱会逐工报纸安尼看啊，网络安尼看咧，顶下拢男做伙安尼。这概念拢甲男做伙就对了。对，有安尼一个情形，所以其实伫遮提供互大家一个新的解说。不知足这3个字应该爱像拄啊迄个图表内底，伊是无够养分，毋过毋那是你的大脑内底的养分，嘛是你心理的一种自尊的养分，以及你的知觉的这个部分，以及你的生活的压力，所以不知足这3个字，我希望大家为今日开始会使有一个新的解说安尼。所以顺着主持人问这个关于什么款的人可能较有这款的这个忧郁的问题。其实为经验看起来，忧郁症，伊甲人的自尊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自尊就是咱家己感觉我这个人生伫这个世间敢有价值，啊，我这个人到底有路用无？安尼，所以其实伫真济的这个有这种困扰的人顶悬，定定会听到因讲，伊可能是真正是为细汉到大汉，伊厝内底的人，无甲关心，拢无甲关心。啊，伊若是做啥物代志，因得到的回应就是讲，啊，你想迄无路用啦，啊，你做这以后无效啦，定定会有安尼的这种的较负面的一个讲法，所以，遮个人因真正足困难的，到底伊活伫这个世间的价值是啥？到底伊敢是一个有路用的人？其实安尼的问题，真正就有可能会有一个状况。是，所以这个部分啊，其实咱讲到这个可能少年时还是细汉的时阵，这个厝内底的人，无关心到，还是讲处处都甲你骂啦你做啥，伊就甲你讲唔对导致这个可能囡仔较大汉，伊的自尊心都无互建立起来。可能导致这个忧郁症的症头嘛是有啦，啊，其实有较这个急性的，其实教授这个书体啊嘛有讲到有的急性的会变做是这个忧郁症的症头，可能是这个有的人可能是拄到这个爱人啊，有甲人对人走的这个部分，急性的会导变忧郁症，这款症头恁临床上有真济无？
嘛是有可能，因为一开始一开始会看到的，比如讲拄啊讲到的即个翁还是某，外口有办即种的，就甲背叛相关的事件，因为这对人的心理真正是一个足大的一个创伤。所以讲这真正就咱拄啊讲的，迄3个部分内底，伫迄个心理压力的部分，吼。真正是足大的挑战吼。继续，咱阁先来请教李署长啦吼，就是讲咱调病迄当阵大概几岁？可能是说37、38迄左右。37、38岁啦吼，啊去看醫生是几岁？嘛是差不多迄个时間。迄当陣就知影愛去看。因為我是真後看醫生啊。因為我是做這道的，所以我其實逐工攏咧病院咧走跳。哦，你講做業務的時陣，但是因為我的客戶攏精神科的醫生，所以我就跳過精神科的醫生。是。明明要看嘛，去找別人。是，所以咱看這個醫生的年齡是差不多37、38吼。咱來看講，一般咱台灣人吼去看醫生，這個就醫這個年齡歲吼，大概是幾歲啦吼？咱看這是2018年這個抑鬱症、憂鬱症這個年歲統計啦吼。咱看上濟吼，就是這個張圖上長的這個部分是45歲至64歲這個部分啦吼。啊，咱講吼，這個憂鬱症。這個上大的年紀落伫這個30-40歲啦吼，啊病患是45歲至64歲，女性較濟啦吼，啊去看醫生的有遮爾啊濟人吼，咱等下過來請教講醫師這圖代表什麼意義啦吼，就是講0到14歲其實少年人，即陣嘛有啦吼，可能是這個功課頭頂啦，表現了歹啦吼，出來底的人吼，哦啼啼嘟嘟等等的吼，啊15至24歲有的是打入社會啦吼，拄到這個社會經驗，可能無遐足的情況之下。去做工課，啊嘛是互這個頭家吼集場，咱等下嘛使請教教授集場的這個部分啦吼。啊25至44歲差不多有10萬外人，然後啊65歲以上其實嘛是有10萬外人，然後咱哪去看這個年齡歲這個看醫生的這個分層呢？阮去年有交聯合部合作做這個分析，是。一年內底咱差不多有40萬人有看抑鬱症，啊佇台灣咧就醫。啊，這40萬人大部分來講是各個年齡層攏有，是。當然上濟年齡層是45歲到64歲，45歲到64歲。是。一般來講，女性會比男性來得多。好，變做查某的抑鬱症，一般來講嘛是比查甫較濟。當然是45歲到64歲，一般來講有一個對女性來講一個特別是講更年期。所以其實有一寡更年期的這寡症頭，基本上嘛到困袂好啦，啊身體袂爽快啦，甚至講情緒會感覺講袂曉、袂快樂的感覺。所以這寡其實是嘛有一寡是這個年歲後來去看的，其實嘛有。當然各個年齡層攏有啦，就講咱老年人吼。長輩年紀大的，等咗抑鬱症吼，這嘛是真重要的代志。是，這個是大人這個部分啊，咱等下嘛有一個這個專題，互大家看啦。咱先來帶大家看講，這個藍色病毒，咱講抑鬱症還是憂鬱症攏好，咱看講全球哦，其實這個病人吼，差不多這個世界衛生組織哦，雖然講咱這陣無這個意愛伊的這個部分啦吼，但是伊過去的這個統計來看吼，是全球差不多1.2億有患這個症啦吼，啊，這個差不多有3%的人，啊，台灣吼差不多有佔8.9%啦，頭拄啊，這個差不多有200萬人符合憂鬱症這個症頭，其實頭拄啊，這個醫師講的，敢若40萬人有去看過醫師的這個部分啦吼，所以咱講台灣憂鬱症這個藥物使用人數，甲這個憂鬱症去就醫的人數，其實40萬甲這有爭差，咱等下嘛請教醫師啦吼，其實這個概念，因為這個憂鬱症這個藥物其實會使治療足儕種部分的吼，親像這個較高驚嚇嘛會使使用啦吼，無一定是憂鬱症啦吼，咱繼續請醫師來甲咱解說一下。是咱社會進步吼壓力較大，所以腳步加快，其實嘛是一寡人可能因為這樣子而受不了，會承受不了壓力，啊，這個變做是困袂去真濟，緊張嘛真濟，恐慌嘛真濟，抑鬱嘛真濟。啊，咱有一寡藥啊，咱講抗憂鬱的藥啊，減抑鬱的藥啊，基本上會使改善這部分。當然，抗憂鬱的藥啊，基本上嘛是焦慮、緊張、恐慌。是講強迫症的患者，伊基本上袂使食，嘛是有效。所以毋是講有食即個減抑鬱的藥，基本上都是抑鬱症，袂使安尼講。這袂使安尼講啦吼。其實咱閣請教咱黃大姐啦吼，其實你嘛有食即個藥啊，但是毋是即個憂鬱症的藥啦吼，其實是互你較幫助你入眠的。嘿，較算講攏鎮靜的，鎮靜的藥啊，譬如講，都攏咱看控焦慮的啊，焦慮的啦吼，啊。
我无食到迄个抗忧郁症的迄个药啊，是，我毋捌食过，因为我本身就毋是迄个抑郁症的迄个患者，但是你因为这个惊吓，有这个可能爱互你食药啊，好困这个镜头啦吼。拄到这款镜头，咱这个临床上拢开什么药啊？头拄啊，这个黄大姐有甲咱小解啦吼。这个药法是什么？一般来讲，咱有一寡拢减轻焦虑的、抗焦虑的药啊，镇定剂。镇定剂毋是讲绝对拢唔好，虽然讲有一寡长久食起来有一寡依赖性，不过伊会使减轻咱的一寡紧张啦、恐慌的感觉。当然，交医生讨论以后，慢慢的正确的使用。当然我非常支持赞成咱拄啊两位咱志刚好朋友讲的，是帮助别人，家己有增加安尼心理建设，对家己嘛较紧好起来。就是讲，这个两种方式拢爱去做啦吼，就是讲有去甲人斗相听，有去甲人关怀，家己嘛会使治这个病好好行出来。有影是有这个方式，嘛有影爱靠药物的啦吼，拢有啦吼。其实咱来看讲吼，这个部分咱头拄仔嘛有讲到职场的这个影响，迄当阵咱讲3、7、8岁时阵，这个尤大哥啦吼，就是迄当阵做业务，迄当阵是这个生理场爱去做业务啦吼，所以这个工课场所拄到的问题嘛是会导致忧郁症吼。咱继续请这个教授啦吼。咱伫这个临床顶也是讲你过去伫这个册顶啦吼，看到大概是咱头拄讲，敢有影是这款，就是咱讲45岁至64岁落伫这站的这个人咧。因为关于这个职场的这个部分啦吼，因为像讲有忧郁安尼这种困扰的人，其实因为伊的自尊真低，所以入职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伊的自尊足低，所以讲伊开始去找头路，开始甲人做工课的时阵，伊会对家己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伊的自尊真低，所以伊无法度袂堪是讲有头家无介意伊，还是讲边仔的人感觉讲你做了无够好，你做了无够好，你无法度去足烦恼安尼的代志。所以讲慢慢的变成遮个人入去职场了，伊会因为伊的低自尊，会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这种问题，就是所有的代志一定要做到100分，甚至是120分，是安尼的状况。所以讲伫遮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为什么定定咱想讲中度的，咱需要用药物来甲控制。有一寡其实是较轻度的药物的困扰，其实靠这个心理的这个治疗，吼，咱会使伫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甲这个人，咱讲忧郁症，就是伊对伊家己，伊对伊身躯边的人，伊对伊的未来，拢是有较负面的一种的想法。所以伫心理治疗的当中，吼，这个较轻度的这个患者，其实经过几届的这个讨论，会使互伊有一个无共款的一种角度，其实嘛是真重要的一个帮助。所以对所有的这个病人，就是像拄仔讲的3种无共的原因嘛。其实治疗，咱嘛爱用3种无共的治疗的方式，甲全面的来处理，就是上好的方式。有影啦吼，所以这个头段嘛讲到陪伴实在真重要吼。咱这个生活调是爱心灰，这个陪伴的方式有啥物咧？目前阮是专省拢有迄个电话值班，甲派志刚去参加医生的团体治疗，阮做服务。这有啥物好处呢？因为阮大家拢是身经百战，拢经过这个过程，所以伊讲的话，阮是听有。而且阮的态度，阮的感情，伊也当领受会到。所以这可能毋是药物，还是讲用讲的就会当理解，因为阮过来人啦。阮嘛是足欢喜去做这个代志，因为这类的人拢是足善良的。所以如果拢足侪这类的人，就表示咱社会是一片祥和。这是我行过的经过。团体支持、社会支持非常重要啦吼。但是咱头拄仔这个黄大姐嘛讲着吼，听就好，有当时啊有的话袂当学白讲。对，亲像啥物话袂使讲。像讲你莫想济啦吼，也是讲迄吼。你看迄个什么人比你搁较歹命，人都无咧着迄个抑郁症啊。亲像他吴宗宪安尼讲。嘿，嘛袂使安尼讲吼，嘛袂使讲恁囝吼做才情啊，你也咧教人咧计较。抑郁。抑郁。吼，恁人搁对你遐好，你抑郁啥？吼，就是有即款迄个声音出来。但是我若听到即款声音，伫阮志刚即个
培训吼、训练的迄个过程内底，阮就是听。但是若碰到迄个像即款的，这阮拢会讲，阮即款话阮绝对袂讲。有影。吼啊，但是若是讲话较鲁的，较重度忧郁的吼，重度的迄个抑郁的吼，阮拢一定会转互医生。我讲你等你原地迄个医生遐。是。药物阮嘛是无介入啦，阮志刚袂使介入，因为阮毋是医护人员嘛，吼，啊，就是算讲叫伊搁等于原来医生遐，吼，啊有当时啊，伊嘛甲你问讲，啊我即摆药剂发炎，我要食什么药啊？我有若笑笑，其实我嘛甲伊无奈，我讲歹势，我毋是医生，你问精神科，我就无当甲你解说啊。是。药剂发炎我哪法度？吼，我讲你。甲你当做医生就对啊。毋是，伊感觉讲甲你讲的吼。伊可能是想要从中要拄中找到答案啦，讲啊，我有熟悉对有迄个什么肾脏科医生，但是就是讲我知影，我嘛袂去讲，因为这就是算讲唔免去讲这啦，这是算讲我若无同他帮忙的个案吼，个案我拢转互迄个转互医生，啊无转互阮的迄个志工，迄个志工的迄个督导社工啦吼，这个也是讲心理师去咨询，有影啦吼。所以讲这个团体治疗，也是讲团体支持，这是一种方式。但是拄着较重症的，嘛是个交等候医师啦吼。是，确实是。有影啦吼。其实咱讲到这个抑郁症，还是讲忧郁症啦吼。其实咱嘛有讲有真侪可能是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啦吼。啊，其实嘛是讲这个精神科也有真侪种这个病症啦吼。咱煞来要讲的是这个思觉失调症啦吼。其实这个思觉失调症吼，甲这抑郁症其实敢有关系？这是无同款的两款病啦。抑郁症是其实现代人愈来愈多，啊看起来有一寡镜头的，变做是以技术表现为主，啊有一寡身体会袂爽快，当然一寡部分会使用运动，啊是讲用心理治疗，啊有一寡部分用药物。啊思觉这失调症吼，本身是变做是这变做青少年的时阵开始豆豆会发生，是啊开始有一寡幻觉，伊讲伊会耳孔会听人甲伊讲话，所以有一寡会自言自语，啊有一寡梦想，甲讲比如有人要来害伊啦，吼，啊有人甲伊干预啦，吼，啊有人要对伊不利啦，所以这款是讲一寡伊大脑内底吼产生更较严重的失调，是，所以这款吼一定要用药物来治疗，好好控制，是，对嘛是讲无好好控制，有一寡会复发，还是讲严重。一寡患者其实目前有一寡新的药啊，其实效果拢真好，其实会使互因较紧的控制起来，啊恢复伊的功能，甚至讲会使登去做工课啦，还是讲登去读册，啊当然有一寡登记治疗，嘿，这嘛是有，嘿。是，所以咱带大家来看吼，咱讲过去有一出这个真有名这个。咱讲的剧啦吼，戏剧就是咱公司出这部分啦。咱讲咱甲学的这个记忆吼，内底就是有这个思觉失调症。咱先做来看。37岁李先生，8年前家己一个人去澳洲做工课，佮兼骨落的膝头，身心拢受到真大的压力。某一天，伊向感觉有人要害伊，常常有妄想甲幻听镜头，伫当地病院互确诊着思觉失调症。后来返来台湾，伫厝里的人的陪同之下，接受逐个月做一遍的长效减治疗，目前病况稳定，佮成功创业，开创人生的第二春。思觉失调症这一件事情其实是不恐怖，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性的，主要是家人的陪伴支持很重要。思觉失调症的患者并不是袂当做工课，过来上新临床研究发现。针对国内5个医学中心，拢总61个思觉失调症的患者做长期的追踪，平均的年龄是31.2岁。结果发现，患者长期若是做长效减治疗1年以后，个人甲社会功能，亲像是甲人互动的恢复真好。治疗年半了后，会有差不多60%的朋友成功回归职场甲学校，而且治疗期间，朋友带病的比率嘛对原本的3%降到只有5%。稳定度好了以后，他的生活品质也变好，而且他加上他能够改善正性、负性，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的部分，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回到职场。医师表示，思觉失调症常常发生在青壮期，可能受到遗传、个人体质、有外在刺激等等的因素来影响。全台差不多有15万名患者，过去使用传统药来治疗，会有懒也是无精神的副作用。但是新时代的长效减会当减少这寡现象。这寡研究结果，未来会当提供临床研究来做重要的参考，互朋友会当早一日回归社会，打破污名化的刻板印象。记者综合报道。
其实哦，这个视觉失调症吼，过去有做一个名啦吼，但是这个名较互人较无好的这个印象吼，做这个精神分裂症啦吼。啊，规个名就是听起来较失真啦吼。啊，这个听起来嘛有较恐怖、较负面的这个意思啦吼。所以即阵啊，真侪团体喺拍拼之下，伫2014年甲这个名号做落个改过啦吼。啊，日本嘛正名做是统合失调症啦吼。啊，这个伫韩国搁有做这个调现症啦吼，啊，另外咱讲这个镜头有啥物咧？有镜头讲甲思考、甲这个知觉有关系啦吼，所以患者可能思考有一寡障碍啦吼，会妄想。另外咧，这个知觉吼障碍可能会听这个有人要甲害啊，等等这个部分拢有啦吼。啊，病因并无明确这个结论哦，但是目前研究显示甲遗传、甲环境的这个压力有关系啦吼。啊，亲像讲考试考无好啦、失恋啊，还是讲人际关系无好等等，也是讲啊，嘛有人吼。根本是无受到这个重大刺激，拢是有发病这个部分啦吼。啊，咱讲台湾这个成形率哦，差不多是0.5%啦吼。尤其是青春期，差不多20岁，甲这个成年期早期发病机会是较侪啦吼。啊，病情若是拖愈久，愈慢接受治疗吼，可能这个认知甲社会功能的损害会愈来愈侪吼。继续咱请教咱的这个医师啦吼，就是讲这款的患者，咱头头讲有药去甲帮助啦吼。啊，真正恢复转来好势。这个治好的这个部分，大概成功率偌济？过去吼，咱药啊会发展较无像真遐尼进步，像拄啊影片内底看到，是。迄目前咱有用食的，一寡口服的药啊，甚至讲有注射的。注射药啊，变做是讲有一寡患者讲可能较无爱讲常常倒来病院，啊讲有时会甲讲伊无愿意讲逐工食药啊。所以嘛是较稳定吼，其实会使目前会使1个月注一支射，还是讲3个月注一支射。啊伊有注射以后，伊本身的药啊就会发挥伊的药啊的作用。是。所以变做1个月到3个月中间，伊目前的药啊的浓度吼就稳定。基本上伊的镜头加减较会控制起来。是，所以按这个注射是帮助这个药物。较好吸收的意思吗？对，伊会变做是注射注伫咱肌肉内底，伊会缓慢的吸收，所以伊会缓慢释放，变做伊药会稳定。所以副作用袂讲介济，啊是讲伊的效果会变个持续，较袂讲有时，因为咱讲有一寡患者伊本身无病耻感，所以甚至讲会拒绝甲你食药啊，啊有一寡注射以后，其实伊本身药就稳定啊，1个月3个月拢免食药啊，啊其实这嘛是一款选择。有个人是惊遐食药啦吼，亲像咱看过去这个公司内底，这个咱甲这个学的这个距离内底，伊就是真野生讲，伊搁要叫我食药啊，搁要叫我食药啦吼。所以这个射是帮助伊较这个情绪嘛较稳定的，当去这个服药啦吼。对，咱讲到这个部分，这个是这个视觉失调症的这个部分啦吼。啊，其实咱头拄嘛讲到，这个精神科的这个病啦吼，其实镜头真侪。咱头拄讲到抑郁症，啊嘛有讲到这个视觉失调症吼。其实啊，甲这个老年咱讲的吼，可能有当时也会失智，这敢有有关系咧？是，所以其实咱真侪人吼，其实咱过去拢较重视咱本身的身体的问题，其实咱心理的问题嘛是爱重视。所以精神科的范围，伫讲自囡仔开始，咱讲有叫过动症啊、自闭症啊，吼，迄嘛是囡仔的问题。啊，少年时可能会讲会焦虑症啊，吼，还是讲强迫症、恐慌症、抑郁症，啊，视觉失调症。是。啊，老年的时阵，咱会变作是有一寡咱叫失智症，因为咱大脑退化，变作是唔知影人，唔知影转去的路，看了人叫袂出名。是。所以这款的其实嘛是要注意，因为咱真年纪大汉那长辈吼愈来愈侪。是。开始咱失智症嘛是要去重视。所以咱先来看讲，咱有整理一张图表啦吼，这个老年、这个忧郁症甲这个失智症啦吼，咱讲这个若是较是大人啦吼，就是这患者定定会误解是讲。这个老年的这个忧郁症吼，看作是这个老年的这个失智症啦吼，其实两个是有争差啦吼。咱先来看到这个老年，咱看忧郁症这个部分啦吼，定定会怨愤讲哦，这内容吼无这个真实是无爽快这个经验啦吼，啊有这个故事性、系统性内容会无袂解离经啦吼，亲像讲啊，啥物人都对我真歹啦，常在甲我骂啦吼，啊啥物人都无来甲我看啦吼，煞来讲吼，啊啥物人拢甲我袂记啦吼，啊这个失智症啦吼是定定讲啊。一直讲讲一句话啦吼，常在甲讲的、甲现实的、甲脱离家己梦想的这个代志啦吼。例如讲，譬如讲吼，咱讲直直问讲啊，到底是拜几啊去看病啦吼？啊，啥物人都住伫外县市，但是患者就伫讲吼，啊，啥物人都偷摕我的这个钱包啊啦吼。这个部分吼，其实
脑年忧郁症甲脑年失智症，真正是有精彩啦吼。先来带大家看讲，这个脑年这个忧郁症到底有啥物款的这个镜头，还有啥物款的爱注意的所在。活着什么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这么久。如果厝里有老大人长期情绪无好，悲观的话常常挂伫嘴里，千万唔通无注意，因为这有可能都是老年忧郁症。做那个机械主力员。70岁的李先生原本是工厂的帮务工人，10年前提早办理退休，无想到退休了后心情颠倒无好，后来是太太鼓励伊参加社区环保志工队，甲摒扫环境当作是运动，才重新甲生活重新找倒转来。在家里就是看电视，不然就是给电视看，在家里也是很无聊，真的。所以说，我就跑到现在去当志工。像李先生安尼退休老大人愈来愈多，有3个顶慢性病问题，阁有可能情绪无好、忧郁，甚至是得到失智症。另外，调查阁发现，有3成的老大人因为一个人大，感觉非常孤单寂寞。若是长期欠缺人际互动，就有可能增加失灵风险。生活非常的单纯到可能一整个礼拜没有亲友上门，他自己也没有出门。那这种活动量的下降也会加重他体能的衰退、肌肉的流失、行动力的下降。那到最后就会变成是很可惜的进入了长照失能的一个情境。我无路用啊啦，我死死就好啦。一般做子女的总是安慰他几句，可是呢，不晓得说其实他是一个忧郁，真的情绪太低落，真的会去采取自杀的这种行为，会造成很不幸的后果。精神科医师表示，其实老年忧郁症除了会当透过药物治疗，厝里的人陪伴嘛真重要。如果会当培养运动习惯，并且控制饮食，就会当远离老年忧郁症。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讲其实这个是大人，这个活动量是减少其实导致老年这个忧郁症是我们讲抑郁症这个症头是搁较低，这个比例是搁较悬咱先过来请咱教授啦其实咱过去你嘛有这个临床这个部分，你讲有这个自细汉这个自尊心这个部分老年者咱要去安怎去甲解决？这个解决的部分当然就是。爱去提醒大家讲，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因为咱的传统的观念就是大家就是爱甲囝查某囝仔咧做伙等甲因有家己的生活的时阵，其实迄个调节真正是足困难的。所以伫准备上，其实就像拄啊迄影片内底讲的，其实朋友这个部分，朋友的支持，朋友的支持，社会活动，真正是重要的一个所在。有影啦朋友的支持，社会的支持啦所以咱团体内底，咱这个内底有这个忧郁症，这个是大人多无？忧郁症是大人嘛有哦。但是普遍看起来，因是拢因为敢若较寂寞，较无出来振动，颠倒你愈无出来颠倒，较会郁卒。是，所以恁拢安怎甲支持？有出来这个人？有出来的人当然伊是无啥问题，就是伊出来是咧服务啊。无出来，大部分阮拢互相会搁敲一个电话，无就烧酒去唱歌去爬山，是安尼。这嘛是一种社会支持的这个方式啦那咱黄大姐咧？我感觉阮爱心会是一个真好的团体啦。是。所以讲，阮的志工志工，阮互相的迄个互动嘛，真好。就算讲。有当时就拄则像阮理事长讲的，讲来去爬山啦，唱歌啦，还是讲若个人值班，值班的时阵来用的时阵，阮就算讲有哪嘛会小酒讲来去洗包的公司啊啥呢？来去像我就安尼来去洗鸡啦、洗地安尼。这都是一种社会支持。对，这就是一个人甲人中间的迄个互动。有影啦所以咱讲。活动量若是有增加，这个咱讲真正这个老年忧郁症就会较减啦其实咱嘛有讲会当减少到这个长期照护这个压力啦尤其咱讲真正你若是身体健康，莫有这个病对咱讲政府若是要塞这个长期照护真正有需要人才去啦。但是咱若是健康，根本就无需要嘛。确实是嘛是一个健康的咱士大人，伊本身嘛因为伊的身体健康。心理嘛较健康，嘛要减少咱的失能，是减轻咱家属的负担。有影啦所以侪人就是这个家属内底，你嘛是爱去支持。无头拄仔咱这个教授讲的这个厝内底人，因为咱即马
生了少啦吼，啊有的人是伫外地咧上班的这个囡仔嘛，无法度强在登去这个庄卡，还是讲甲许大人做伙啦吼。但是敲一通电话嘛是会使，还是讲另外一种支持，即种这个 Line 嘛吼，这个社群媒体嘛是真利便、真方便。就是这个厝内底人的这个支持嘛是真重要的吼。而且这个部分其实，病人的艰苦咱有讨论到。其实即马来做心理治疗的有足侪，其实是照顾病人的迄个人。着病，照顾病人的迄个人，伊本来无啥物问题，不过因为照顾的压力，照顾甲家己有即个问题，所以其实爱照顾安尼的病人，真正是非常无简单的啦，足侪精神，足侪压力。所以我感觉讲，咱大家嘛是，唔那是关心迄个病人吼，失智症的病人、老年的一个抑郁症的病人，其实身躯边遐的厝内底的人，负责照顾因的人，其实嘛应该爱有足侪的这种社会支持啊，还是足侪的关心。是，其实这是老年的这个部分啊，但是咱头拄嘛讲到，伫咧45岁啊，讲64岁者吼，是这个zan厝者是真济啦吼，有的是这个工课场是无法度记载到这个压力的人啦吼，所以咱讲到这2000人吼，伫工课场，其实咱嘛有一个新的方式啦吼，尤其咱讲，若是会当或者忧郁症的人，会当转去到工课场，对社会支持嘛是一种较好的这个方式。确实是因为咱职场吼，压力是真济啦吼，等于工课各种的事情都有可能。就讲做业务的嘛，业务的压力，做主管嘛，主管压力，甚至讲嘛，一寡职场霸凌的啦，还是讲被人欺负，被人讲变做是不好的对待，所以其实嘛有真侪，因为安尼变做抑郁，等于嘛抑郁较紧恢复，变做是增加咱的生产力吼，较紧等于咱职场其实是对社会、对国家嘛是好代志。有影啦吼，对国家真正是好代志，因为你讲会当搁去就业啊。会当恢复你的这个原本的生产力，你这个药物会当减少，嘛是对规个这个医疗来讲是较好的啦。因为一寡咱变做抑郁的时阵会行袂出去，唔敢去面对一寡现实，甚至讲有一寡部分的抑郁症患者吼，上较严重的吼，甚至会自杀。所以今年内底咱台湾差不多有差不多要4000人。变成是自杀，这4000内底一寡自杀吼，其实足侪人应该是拢有抑郁症，不过定足侪人拢无去治疗过。意思你讲有一个数字啊，吼，就是讲1/4的人，头拄咱讲过吼，有3/4是无去这个就医的，拢唔捌，就是变做是有自杀吼，嘛是讲内底应该有90%以上吼，拢有抑郁症。其实假有讲1/4有抑郁症有去诊断交治疗过。3/4拢唔捌去过，所以反正讲是讲真侪人吼，应该是抑郁症好好治疗，可能无定伊就被自杀啦。有影吼，头拄咱讲有2个例，然后有这个理事长的例，嘛有这个咱黄大姐的例，然后咱临床顶你有安怎加这个开导吼，还是讲佫有这个小肉啦吼来搭配落去，这个人病吼会好转的这个部分，你的案例有啥物？所以其实咱定抑郁症患者是真侪啦吼。当然是会看伊本身的问题来交伊讨论，看伊的镜头交伊会了解。当然是，嘛是讲镜头身体的镜头真侪，是讲心理的镜头、情绪的镜头较严重。定阮就拢会讲开药啊，还改善。伊豆变做会心情拍开，较好困，食会落。人较有元气以后，基本上情绪会开始进步。当然，另外讲搭配咱生活调试啦，吼，改变咱的生活习惯，增加一寡好的一寡支持啦、运动啦，会愈来愈改善愈侪。有影啦吼，所以咱有一个数字，其实讲早期你若去就医的，就会当较好转吼，这个病啦吼。但是有的人就是咱头拄嘛讲到，这个数字是讲有一个人就是去看一解病尔，其实有2/3的人吼，看一解了都无过去啊。确实是，所以咱目前咱讲台湾目前吼，抑郁症的看病人吼，其实有真侪，才是讲真大的问题。是讲咱第一是讲变做是会看病人是真不足。应该是大部抑郁症爱治疗。不过咱目前看起来，到2/5伊的抑郁症患者有来治疗，5/4是无治疗。这就定定讲咱像咱吴宗宪所讲的迄个不足足。变做是变做是大家唔敢来看病，其实真侪是有需要看病。另外一方变做是诊断不足，变做是有一寡应该是抑郁症，其实应该要正确的诊断。不过有一寡看身体，包括困袂好啦，还是讲会变做是倒位痛，其实唔是倒位痛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是抑郁的问题。
所以伊的物质无去啊诊断，当然另外一部分嘛无去啊治疗。治疗部分咱应该是讲有一寡爱用药啊治疗，有一寡爱用心理治疗，不过这部分爱做完全的治疗，其实嘛是不足的。啊，另外一部分主持人拄仔讲的，有一寡看一届两届啊都无看，这款提早中断的治疗嘛是真侪，所以变做是物质拢无好到完全。诊断不足，就亲像咱头拄仔这个尤大哥安尼啦吼，就是讲本早去看另外这个科，啊尾啊无去看这个精神科啦吼，所以要安怎去改善这个问题咧？有的人就是我就是要看这科，但是无拄到好的医师，还是讲无拄到好的这个转诊的这个制度有无？是，所以变做是我讲。咱现代人应该了解什么叫做无助症，甚至讲了解咱家己心理的问题，嘛是爱治疗，嘛是爱处理，无讲累积到一定严重的程度再来治疗。平常时就家己爱去注意家己的保健吼，咱是毋是讲咱的情绪控制啦、压力的管理啦，吼，一寡生活一寡好的习惯爱去养成。是。嘛是讲确实出现问题吼，其实。我讲看即个精神科吼，毋是咁样见效，毋是讲袂使接受的代志。咱好较紧面对咱的问题，好较紧解决吼，好好治疗起来。是。嘿，即款咱焦虑啊、抑郁啊，这现代是定定普遍，嘛较紧好起来嘛是真紧的代志。是，头拄仔咱嘛有讲到吼，这都是 DSM-5 啦，就是判断忧郁症这个标准有9个嘛吼。这9个是咱是初期去判断的。若是讲真正踏入去这个精神科，甲中期、长期，咱有啥物这个时程上吼会去搭配这个物件无？所以临床上，阮会去了解病人的症头，甲伊问诊吼，当然是有一寡会搭配一寡检查，吼，有一寡可能嘛是爱看伊身体部分，确实这部分有问题，还是无问题？检查脑嘛？嘛有可能，还是讲抽血啦，还是讲其他的。当然嘛是讲有一寡，咱会用一寡主持人讲一寡量表甲评估，吼，确实会分得较严重，比较偏向于什个部分，咱用无共款的药啊甲治疗，无共款的建议。咱个先请这个尤大哥啦，迄当阵判断的时阵，是这个初期是安怎去问出来？初期其实是身体上已经面有麻麻，面麻，系面麻麻，尾也毋知谁甲建议讲去看精神科，结果精神科一个开始就建议讲你爱放轻松，放轻松，因为我上班的关系哦，逐暗啊去放轻松就困去，到尾啊，咱若是看大病院，大病院断定讲你这就爱马上休困2个月，才开始足细心，就是开始接受这个代志。所以这个面麻尾啊爱去接受这2个月，所以你迄当阵这个心内底这个调息安怎调？其实我迄个2个月吼，我有史以来同欢喜的迄2个月，因为佫有薪水。佫有薪水，佫免做工课，所以迄2个月是过甲足快乐的，是马上走路中南部佚佗。但是迄发现讲转来，阮头家嘛感觉讲，安尼嘛敢若无啥有效果，因为爱开始接受一寡较轻度的工课，做嘛是爱做工课，将迄个工作上的分配甲摕较轻的，慢慢后来是真正我是靠运动，7年前开始练这气功，我。已经是变从药啊完全拢断掉。其实食药啊，毋是啥物是足要紧的一个代志，但是你也有迄个程度会当改善改变，其实拢爱甲医生讨论啊。这免安尼我会好，其实我感觉在我即马听起来嘛是讲足自然的代志，一切拢是时间到就自然会好，时间到。你互人看袂出来，讲你较早是迄落，即马佫会当担足多代志啊。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其实这个病，伊本地咧讲，这个复发率是真悬，但是然后这个支持会当解决这个复发率真悬的这部分吼。一般来讲有到90%真济吗？其实你若讲好好改善吼，就讲拄仔讲的搭配一寡药物，一寡心理治疗，甚至讲一寡生活的改变吼，其实好的机会会较紧，会较紧好，嘛较袂复发。就是真惊，咱讲迄个不足的这部分啊，4大不足的这部分吼。所以咱讲真正迄好你家在，迄当阵真正有去看。有啊，有啊。其实所有经过我安尼同行吼，就是讲大家得病的哦，拢发现讲足欢喜有发现到这个病，因为安怎？一开始会当检讨伊家己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可能就完美主义。所以一开始会去改变家己，过来就是会去学物件。那经过人生经过一段时间，伊会发现讲有真侪美好的代志，就是咱爱
再学习啦。所以等到无得这个病，其实无完全袂去，甚至会去伤害别人嘛，唔知啊。所以咱讲吼，真正有治好势啦吼，嘛袂造成这个社会这个负担啦吼。其实咱今仔个回头来检视，咱讲这个吴宗宪迄句话啦吼，这个忧郁症是。这个无知足啦吼，咱嘛有一个新的这个讲法，就是咱这个教授讲的吼，就是心内无够养分，这个知觉较下足侪压力的啦吼，其实拢有这个解放伫的啦吼。今仔咱嘛有这个教授甲咱，咱这个医师甲教授嘛甲咱讲足侪啦吼，嘛有咱实际行出来这个患者吼，即阵会当搁帮助别人啦吼，嘛改变这人这个搁一届去成长这个过程啦吼。其实这毋是什么一件这个什么见效代啦吼，你若是正确认捌你有这个病。等到咱会当去早期就甲发现，早期就来治疗，来脱离这个病症啦吼。所以咱规个都真正是讲这个病症真正是会当治疗的，咱就爱紧起来治疗吼。今日非常感谢4位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多谢，谢谢，多谢。咱迄个协会有偌济啦？